韩国女明星金智媛主演雷之女王人气真悬，昨日提早来台湾，暗时更加互民众看到讲，伊伫出名的餐厅食这个烘鸭，打扮真轻松。南是民众欢喜甲叽叽叫，南是边仔有保镖护驾。过路人可能是真歹发现到，原来伊就是韩国明星金智媛，穿黑色的衫配长裤，戴一顶蓝色的帽仔，双脚竟然穿一双衬拖领领。来台湾的暗顿是伫台北食烘鸭配鸭汤，严格民众上关心的也是伊和金秀贤的关系。因为金智媛出机场的时阵，有目睭金的民众发现伊的手腕有红拍乌。正多好的是，金秀贤最近拍个老虎，手腕同款嘛红拍乌。敢讲两个人是做伙拍球，因为两个人红拍乌的所在是相共啊相共，大家这双手头的形体同款。这唔是拍乌，是两个人的长甘密点。因为孙艺珍和宪斌当时嘛有发现讲，两个人的手腕同款拢有拍乌的痕迹。虽然两个人对我3摆拢无承认做伙，不过最后是真大惊喜举办甜蜜的婚礼，最后金智媛和金秀贤的民众嘛真期待。所当时看雷之女王，看甲目睭拢嗨去，一面目睭好啊，一个目睭背金，满街秋田做侦探，看卖啊因甜蜜的画面。目睭开开，微微啊笑，当然清茶拢敢若有见过。你穿白色的靴子配乌甲，我嘛同款；你穿黑色甲白色更加外套，我嘛是。这对暧昧的艺人，每种是看甲欢喜不不。사랑해처음봤을때부터지금까지사랑했어。 每种拢暗望，这不是大事娘娘，嘛是表别的世间。更加是天意的安排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